在老挝丢个手机都能搭讪美女，主动给美女几千块，美女却没有拿。老挝女孩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爱钱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老挝非你所想，带你了解一个真实的不一样的老挝。好了，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闲聊。记得那是在疫情之前2019年的泼水节，我贵州的一帮朋友一行8人一起来到老挝考察项目。他们在万象玩了几天以后特别开心，还是意犹未尽，于是我们就带他去到老挝的小桂林，也就是万荣。在万荣发生2件小小的事情，却让我这些在中国的富豪朋友对老挝刮目相看。去到哪里，不管是吃喝玩，得到老挝人热情的接待，这个就不用说了，就像很多人说的，旅游的地方。但是有一点，在老挝旅游的地方，宰客的情况几乎是看不到。那方面的事情可能有很多视频博主他们都分享过了，今天我这里就不多说了，我就只说那天晚上发生的2个小事情。因为当时正是泼水节，我们一行人都是穿着泼水节的衣服，下面穿的是短裤头。晚上我们一起去到万荣的一个迪吧，这个迪吧是非常非常简陋的。说真的，如果是在中国，我的那些朋友他们根本进都不会进去，但是在老挝嘛，毕竟在异国他乡，他们就想看一下新鲜，跟着我一起进到这个迪吧里面。迪吧虽然简陋，但是他们一进来以后，马上被里面这种气氛感染了。老挝的迪吧里面是极少有人抽烟的，但是那种音乐，那种气氛真的是非常的疯狂，帅哥美女挤满了整个舞池，里面的人都是人挤人，你碰我一下，我碰你一下，踩到别人的脚，碰到别人，大家都是微笑相对，然后用手做一个感谢的姿势，每个人都是这样对别人。我们进去不到10分钟，我的这些大哥们他们全部都玩嗨了，跑到舞池里面台子上面去蹦去跳，我肯定也不例外。当时几乎是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瓶小瓶的啤酒，不管是男人女人，只要是眼光足迹范围内的，不管是帅哥还是美女，都会拿着瓶子去碰一下，真的玩得非常的嗨。可能这样跳了1个多小时以后吧，我突然发现我的手机不见了。我当时就告诉我们同行的一个小伙子，让他赶紧帮我找。他就打开他手机的手电筒，在地上照了照，不到几十秒的时间吧，就有2个女孩子朝我们走过来。他就问我们找什么，我就告诉他我手机丢了。他马上把他手上的手机拿过来给我看，问是不是这个手机。我高兴的接过手机，指纹一按上去，手机马上就开锁了。2个女孩也特别开心，她们本来早就准备回去的，结果捡到手机以后，她们拿着手机在吧台旁边等了我们差不多有半个小时，又是2个美女，又是帮我们找回了手机。毫无意外的，我们请他们喝啤酒，然后他们每人喝了1瓶啤酒以后，就跟我们告别了，说他们要回家了。然后我们又继续冲入舞池，继续疯狂的蹦啊跳啊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看到我的亲家正在和一位老挝美女在那里喝酒聊天，但是真的我不知道他在聊什么。我亲家刚来老挝几天，虽然去过很多国家，但是他绝对不会说老挝语。那老挝的女孩子跟他聊得还是挺开心。当时我们一行的好多朋友就过去跟他开玩笑，这个女孩子长得也很漂亮，把她带回去吧。我们一行人都在旁边就是拿他们2个开玩笑。中间有好几次这个女孩子她都说她要回去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劝她再喝点酒再走。我们喝着喝着，开心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，一下就到了晚上1点多钟。虽然每个人都还意犹未尽，但是迪吧也要关门了，我们就只好往酒店走。我老挝朋友一直劝这个女孩子不要走，跟我们一起走。我亲家就是说不用了，叫女孩子先走。这个老挝姑娘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，就跟着我们一起走到了河边的酒店。到了酒店以后，我亲家他就跟我说拿点老挝币给他。我一看亲家有一个老挝艳遇了，拿了500万老币给他。结果我亲家拿着这500万老币马上就塞到女孩子手里，把钱给她，叫她可以走了。当时那个女孩子拿着钱在手上，在那里发呆，我们都跟她开玩笑说你们2个慢慢聊吧，我们回房了，我们都回房了。结果真的我们就丢他们2个在那里凌乱，我们就回房了。说到这里大家一定不要急，因为后面才是我今天要说的精彩部分。因为我亲家回到房间以后，这个女孩子拿着这500万老币也跟着我亲家回到房间，关上房门。但是这里我要说一下，我亲家是皈依的人，他是那种诚心向佛真正皈依了的人，
所以他真的是外面的女色他是不进的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，所以我们那些朋友都是一边撮合，一边也是想测试一下我们亲家对这个佛祖的忠诚度吧。结果我亲家回到房间以后，女孩子就坐在床对面的沙发上面，我亲家就打坐在床上，他就在那里开始念经。也不知道这位女孩子是被吓到了还是到底怎么回事。等我亲家念完一段经文以后，她睁开眼睛，女孩子走了，500万老币放在沙发上面，一分没拿。我们几个人回到房间洗完澡，准备再出去吃点夜宵，结果看到我亲家已经等在大厅里了。他惊诧地告诉我们这些事情，他说他跑了30多个国家，这种事他还是第一次碰到。那听到这里，真的很多在老挝的朋友一定会羡慕嫉妒恨了。你们在老挝这么多年，你们有碰到这种事情吗？你们会有这种幸运吗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告诉我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老挝非你所想，带你了解一个真实的不一样的老挝。拜拜。